带去读唐诗。《燕歌行》作者高适，汉家园林在东北，汉将世家破残色。南离本是重行行，天使飞翔似颜色。从今发古下士官，生态位移结朝间。后为威师挥瀚海，先于拉虎照龙山。山川萧条极变土，雾气冰凌杂风雨。剑士军前半书生，美人帐下游歌舞。大漠强秋赛错回，孤城落日倒冰虚。心动温柔上轻敌，历尽关山未解围。铁衣挽袖心困久，玉带应啼别离后。少妇成人欲断肠，情人寄寞空回首。边庭飘摇那可渡，绝苍茫竟何有？杀气三时作灵魂，寒声一夜团跳倒。相看别人血纷纷，输得将来起过分。君不见沙场征战苦，至今犹忆李将军。感慨《燕歌行》是三国曹丕创建乐府的故事，内容呢大部分拢写万夫师傅定名飞翔。高适这首呢打破传统的规矩，变成壮怀激通，会当使人热血喷腾的边塞诗。起兵呢就照汉代来讲动调，边塞战火不断，朝廷派兵完成，这顺利成章。点我伫第四句的天使飞翔似颜色，显示皇帝trọng用，加上强兵夺武，好大虚光。我再说回山川萧条极变土，一直到历尽关山未解围。这八句呢错综复杂，因为呢伫塞外地势非常的凶险，加上经常的狂风疾雨，使远道而来大军叫苦连天。我在做渐进地势得力的败复，是种雪上加霜，不是笔墨我当来形容的。当中有两句：剑士军前半书生，美人帐下游歌舞。想大军的遭受伏击呢，都是因为子帅贪功误判，难辞其咎。头前的战士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后面的子帅甲重要的大官呢，也搁伫夜夜笙歌。子帅身负重任，贪功好战，误判军情，害死无数的性命。对天洪恩，对得起往死者的家人吗？比方一个传，我在写倒转来《燕歌行》原有的风格，写情夫怨妇两地相思。情夫呢盔甲不离身，边塞沙漠远征苦；怨妇这边呢血亲亡惨，肝肠寸断。而丁调的情夫，个个拢是为了功名利禄嘛，未必然。你无看到迄种以路对的苦战嘛？每每伫生死困境中间，都会想起了汉朝迄位名将费将军李广。高适这首的《燕歌行》呢，并不是凭空杜撰，是有人呢对塞外幽州的道生用《燕歌行》向伊来倾诉。痛定节度使张守圭累述好大喜功，误判军情，断送无数情妇宝贵的性命，连累多少的家庭支离破碎呢？我在满上片下向朝廷目光倾向，互人看起来是痛心疾首，所以才写成这首激心的《燕歌行》。假望动现状，会当读出到伊的诗意。奈何色迷心窍的动现状，即马呢，只有是3000宠爱在一身杨贵妃的身上，
要落迄个空营去体会诗中的意境呢。读诗的囡仔袂学歹，有气质，够文采，读诗快乐哦。